安南区海尾雕风宫为鼓励大江的各中小学童了解大江的文化，推动本土教育学习行动。每年甲社区大学大江分校举办电亮台奖、大帽兴学安平的灯会，由各中小学生做伙来彩绘创作。今年第二届由陈佩佑同学以着大道公护众生，将保境护生甲防疫来做结合，得到大道公的奖赏。得到大道公奖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很用心在画，同时感谢大道公守护全台湾，保佑大大小小平安。我们各位校长在提到说从设计从呢这个研讨到制作，我看到呢有国小、国中甚至刚刚我们有校长提到说甲新明的时阵对啦，浸水王爷的时阵对啦，挂口罩对着的时阵，这个生态的了解这个我遇到的时阵，这个雕风宫保生大帝来甲各位提醒、各位报告讲的时阵对啦实践是真的是相当重要，所以今天这个记者会让小朋友来参与，这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啦。今年参会学生总共有400多位，最后经过评选，总共120件作品入选。上午伫海尾雕风宫，由庙方甲各中小的学校校长进行颁奖。今年首次嘛有新将这作品入选。目前这作品将挂伫雕风宫的庙埕，欢迎民众伫元宵节做伙来雕风宫相阵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